歡迎大家收睇新聞聯播節目，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車大炮。造車新勢力，走佬最積極。12月12號早上，當你擘大隻眼準備去屙屎嘅時候，極越汽車突然宣布爆雷，倒閉了！別看了，我們倒閉了，快走吧！對，我們全體倒閉了，今天剛倒的，快走吧！上一秒鐘個靚女主播仲喺直播間度買車，下一秒鐘就已經含淚宣布公司破產，要去維權追討欠薪。咁閪狗血嘅劇情，真係張藝謀都唔夠膽咁樣拍。跟住呢，就係你哋所見到嘅千人圍剿 CEO。不要說這些冠冕堂皇的話，沒有冠冕堂皇，直接回答問題，回答問題。確保公積金別激動，別激動，別激動，一個一個回答。重點。阿平哥就對佢哋手下講：我呢條命係一將功成萬骨枯，100蚊可以叫10隻北菇。宣布公司進入創業嘅2.0階段，公司將會保留100名員工，冇工資冇社保，唔包食唔包住，仲要墊資嚟上班。計我話呢，你請嗰啲就唔叫員工，係叫做義工。極越汽車呢係由百度同埋吉利共同合作生產一個品牌。吉利呢有成熟嘅3電系統同埋完善嘅生產線，而百度呢佢就有蘿蔔快跑，有 AI 嘅無人駕駛技術。車身嘅硬件呢就由吉利負責嚟生產，而軟件呢就由百度嚟負責開發。而極越呢就負責品牌嘅推廣同埋營銷。有消息話呢，極越汽車就拖欠供應商嘅款項，而且11月嘅交付量環比下跌咗20%，前11個月累計先賣咗14000台，整體嘅銷量並不理想，而且賣出去嘅車錢呢，既冇俾吉利，亦都冇俾百度。公司高層就相繼離職，公司啲數又唔清唔楚，吉利就同佢落最後通牒，1月份之前若果仲唔找數的話呢，就會停止幫佢代工生產汽車。百度作為股東去查數，唔查唔知道，一查就渣都冇，賬上竟然負債70個億，爭人錢都冇所謂，關鍵係啲錢都唔知使咗去邊度。嗰頭公司喺度查數，呢頭公司嘅 CFO 又玩失蹤，成家人就已經去晒新加坡。更離譜嘅係，阿平哥唔單止話 CFO 失蹤，連本數簿都唔見埋，今次就死無對證。面對咁樣嘅解釋，當場就將百度嘅股東激到扎扎跳。呢70億呢，可能就俾班契弟穿咗櫃桶底。於是百度呢，就唔同你班柒頭玩啦，百度撤資，極越馬上就收皮啦。呢啲生意唔係咁做嘅，平啊，有時候啲嘢係忙，大家咁熟係忙。你阿媽佢喺啲生意係咁做嘅，你最起碼計埋伙計啲工資，交翻晒啲社保，跟住你再走佬。明年2025年，新能源車將會進入淘汰賽，響嚴重飽和嘅汽車市場，最起碼仲有1/3嘅品牌都要消失。下一個要收皮嘅車企，你估下係邊個？我哋評論區見。我打了搞過來，你們還沒明星。